我这时间也没太估算好，都忙到这点儿了，饿了吧？你这藏了一天，就是为了准备这些呀？我第一次下厨，所以这个动作呢稍微有一点慢。你别太介意啊。还有这个菜呢，可能是卖相不是特别好，但我都是严格按照这个网上荡下来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的，应该不会太差。这是什么呀？香浓红烧肉。不是吧？这红烧肉怎么这色儿啊？那应该什么色儿啊？你放的是什么酱油啊？有分别吗？你放的是生抽还是老抽啊？生抽吧。生抽是带味儿的，老抽是上色儿的。做红烧肉应该放老抽。啊？我放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味儿不大好，不吃了。我挺喜欢吃的，饿了吃什么都香。你手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刚才切肉的时候我就……你消毒了吗？没了。没消毒，这大夏天的容易感染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一个小……我看看。我去吧。我去。像咱们俩这种对星空啊有特别要求的，我给你推荐一地方，新西兰知道吗？南岛有个叫特卡波的小镇，听说那地方是世界上看星空最美的地方，而且在那儿能看见那南十字星。而且我还跟你说啊，喂，梅莲妮同学，莫哲，这大周末的你干嘛呢？没干嘛，跟朋友一块出来玩呢。看来我不在，你过得还挺开心呀。你回来我更开心，你不是说这个月回来吗？人呢？是啊，妮妮，不过这边公司突然要收购3个农场，我实在是躲不开。哎，你不是正好在那个新西兰吗？你知道那个特卡波星空小镇吗？星空小镇啊，听说啊，哎，我还拍了特别多照片呢，特别漂亮。是吗？啊，那你把照片发给我吧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新西兰天空特别纯净，你站在底下吧，就觉得天离你特别近。干脆这样，我让公司的人给你订张机票，你过来，我带你去看。去新西兰啊？那就有点远，算了吧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，咱们回头再聊。行，那回头说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刚刚还跟我说什么呀？啊，也没什么。哎，这张照片得再等个几分钟才能出来呢。邵文芳，哦，不对，依然，你把我养了20多年的儿子弄到这儿，是为了向我示威吗？妈，这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你能不能不说话？我特别想知道，依然，你每一次的出现，都把少宇折腾得心神不宁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没有骚扰他。你能不用你的武断来判断一切吗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怎么样？8年前，你一门心思想钻进我们谭家，以你这样的年纪，能这么不择手段的做到这一步，还能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你以为
得到了我儿子，就得到了整个谭家的产业，你的下半辈子就有了保障吗？首先，我不是您想的那种女人，请注意您的措辞。其次，您儿子不是我弄到这儿来的，你们两个发生的事情我并不知情。你不知情？我儿子现在为了你，公司不要了，家也不要了，连我这个妈也不要了，就是为了到这儿，和你这个心机不纯的女人过。你告诉我，你究竟使了什么样的招数，才能让我这痴情的儿子对你死心塌地？妈，你能不再说了吗？你能不再说了吗？当初就是因为你的自私，让我和文芳深深的误会了8年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事情我不会让它再发生。我自私？我一心为了谭氏家族，我自私？谭少宇，你要搞清楚，你究竟是谁的儿子？没错，我是你儿子，我是你儿子，没错。那怎么样呢？我一切都要听你的，是吗？我上次从家里搬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不会再做你的傀儡。我要活得像个男人，自己做选择，包括选择和谁在一起。谭少宇，这话我记住了。你是认为这个女人爱的只是你这个人吗？依然，我现在把话放在这儿，少宇从今往后别想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。他现在没房没车也没钱，至于以后日子怎么过，你们俩不是有真爱吗？怎么解决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你真让我失望。我进来了，依然。我妈刚才说的话特别难听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没有什么好道歉的。她是你妈，保护你，怕你受到伤害是应该的。她对我有敌视，也是因为她怕我会给你造成伤害。作为母亲，她这么做，我很理解。你是新华公司唯一的继承人，她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你的身上，你应该体谅她。还是回到他身边去吧。毕竟，你首先的身份是他的儿子。我不会回去，不会。我活到这么大，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都有。但回头想想，实际我活得挺凑合的，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你想要什么？想要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想要自己的情感。现在想要你。
照片呢？扔了。照片扔了，歌我也删了。这首歌不放的话，你也不会想他。他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我想不想他都没有用了。不用你这么对我。小杨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不要说了。那我也要说，你自己也想想，你真打算照顾你姐一辈子吗？我管她一辈子。好。你有没有在意过她的感受？她什么事儿会开心，什么事儿会伤心，你都想过吗？我觉得有些事儿，你不试，你怎么知道不好？我们都知道，你爱你姐姐，那你能让她过得幸福一些吗？你这样做太自私了。哟，在家呢。哎，燕人呢？你俩今天没出去啊？怎么了？你这跟依然吵架了？没有，我妈刚才来了。啊？不，那你人呢？刚走。阿姨来干嘛？干嘛呀？让我回去呗。说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就把我的经济来源给断了。不是，那你怎么说的呀？我说就算我身无分文，我也绝不回去，不回去过那种以前被他控制的日子。8年前犯的错，我不能再犯一次天了。哎，那依然什么态度啊？我妈说了不少难听的话，我估计她心里边应该挺难受的吧。你去帮我劝劝她，没来你谢谢。